我们下一首一样是由子妍带来的 Libertango。Libertango 是由阿根廷 Tango 大师创作的。那这首曲子节奏鲜明，充满张力。Tango 代表自由与热情。新的一年也祝福大家自由自在、精彩奔放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欢迎子妍与妍姐老师带来的 Libertango。
次将掌声送给子妍与妍杰老师。